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最終章頻道，我係 Tony。今日講一講比特幣嘅獨特性，究竟同其他加密貨幣有咩分別呢？市場上嘅加密貨幣咁多，其實買邊隻係咪都係差唔多呢？我哋睇一睇喺2021年曾經爆紅嘅一啲貨幣，例如 Doge、Solana、Luna 等等。Luna 曾經係前10大嘅幣，但因為2022年崩潰歸零，市值蒸發咧係差唔多成4萬億嘅美金嘅。而反觀 Bitcoin 喺2009年誕生到依家咧，仍然係市值第一。數據顯示喺2024年 Bitcoin 嘅市值咧係佔整個加密貨幣係超過一半嘅。簡單講一講 Bitcoin 嘅設計理念，佢會喺每10分鐘產生一個新嘅區塊，最初每一個區塊有50粒嘅 Bitcoin，而每4年咧挖礦嘅獎勵咧就會減半，例如50到25到12.5，而經過多次嘅減半，新嘅 Bitcoin 會越嚟越少，最終嘅數目咧會係接近2100萬粒。呢個規則咧係寫喺一個程式碼裏邊嘅，佢係開源公開，大家係可以上網咧係睇到嘅，而個個都可以睇，但係冇人可以改。而最後一個 Bitcoin 咧預計喺大約14年咧就會被掘出。咁呢個設計目的咧，其實係令到個供應係固定，冇人可以濫發，好似黃金一樣咧係更加稀有嘅。咁 Bitcoin 以外嘅加密貨幣，我哋稱之為 Altcoin， 即係 alternative 嘅意思。佢嘅風險同缺陷又係點樣呢？好多數佢哋都係由開發團隊去集中管理，可以去增發代幣或者更改規則，缺乏咗去中心化嘅保障。例如 FTX 呢個例子，出事之後咧，公司一夜倒閉，投資者係血本無歸嘅，因為佢哋嘗試去操控佢哋嘅幣價。而第二個就係一個叫做 Luna 嘅例子，佢嘗試係做一個穩定幣嘅角色，即係大概佢哋嘅價值咧係穩定地等於1美元，但係因為系統嘅設計出錯咧，價值跌到係得返幾毫子，引起大家嘅恐慌。好簡單睇一睇 Bitcoin 同其他 coin 嘅分別啦。喺呢個操控性方面咧，比特幣其實係冇嘅，因為佢嘅創建人中本聰其實已經消失咗。而 Altcoin 係非常之高嘅，佢嘅開發團隊咧係仍然可以操控到。供應量咧就係固定2100萬，而 Altcoin 咧通常都冇上限嘅，同埋根本上可以改。中心化嘅程度咧，比特幣咧係完全去中心化嘅。但 Altcoin 咧，其實背後都有公司啦同機構去主導嘅，例如 FTX、Solana 等等。而歷史嘅穩定性咧，比特幣都已經創立咗超過差唔多15年啦。雖然佢大起大跌，但其實佢都未去到一個崩潰嘅記錄，即係歸零。但 Altcoin 嚟講咧，歷史見到好多都維持到幾年，就已經係歸零，波幅係非常之大。而市場接受嘅程度咧，比特幣已經漸漸受到法人同國家機構，例如世亞多已經正式採用咗比特幣，而 Altcoin 咧好多時候都係俾一啲散戶同投機者。咁既然比特幣係開源，大家都可以睇到佢嘅代碼，點解就唔可以複製佢嘅成功呢？其實代碼可以複製，但佢嘅價值咧唔單止喺個代碼上面嘅。比特幣擁有最強大嘅用戶同埋礦工嘅網絡。安全性咧係來自於全球最大嘅算力去保護嘅。新嘅幣咧係冇辦法複製到咁多嘅資源。佢歷史最長，冇中斷記錄，建立咗好罕有嘅市場信任。市場會知道複製品係冇原創嘅價值嘅。例如黃金有佢嘅價值啦，但係金色嘅金屬唔代表黃金。所以即使你可以複製到比特幣嘅外殼，你係複製唔到佢嘅靈魂。今日嘅互動問題係：究竟喺現時市場有冇一種加密貨幣係比 Bitcoin 更加值得你長期嘅持有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同埋討論。最後好多謝大家聽到呢一度，記得 CLS 同埋 subscribe 我嘅頻道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